今日帶大家睇下三有全新裝修嘅440尺單位，玄關頂吊櫃善用家居空間做儲物收納，門口位白色淺木紋獅字櫃，簡單得來又實用。獅字櫃嘅每一層間隔都可以按屋主需求設計，好方便㗎。客廳簡潔嘅白色牆身加埋淺色木紋磚，令空成個間明亮通透。電視櫃上下都有充足收納空間，櫃頂仲有燈帶增加客廳氛圍。客廳用玻璃飾櫃加趟門間左房，床同衣櫃一整組設計配合房間空間利用。衣櫃各類分層好實用㗎。主臥嘅採光同客廳一樣咁充足。由壓床尾家居增加儲物空間，衣櫃書桌都用反原木色同白色來襯反淺木色嘅地磚。廚房格局冇乜大改，我哋將洗手盆位改係左側方便使用。正對煮食爐嘅牆仲加裝咗不鏽鋼板添。浴室格局部分跟反單位原則。加裝咗一套浴室櫃，仲連帶有智能鏡同置物空間，仲有一套弧形月屏，慳錢實用又好睇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